我们相信今晚的祷告会、祷告的礼拜，要更深的与主建立永不改变的关系，借此来翻转我们的生命，来翻转我们的家，翻转我们的社会，翻转我们的教会，翻转整个城市，翻转这个国家。我们这样恳切的祷告，都是奉着永远爱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能叫
的决，无论是生命或死亡，无论是生命或死亡，不管哪一国都不能叫我与你爱的决。无论是生命或死亡，不管哪一国都不能叫我与你爱的决。耶稣的爱是如何的深，让我们可以跟他完全的连接在一起。我们是否愿意也这样回应神的爱呢？但是我们常常是背逆神的，我们常常是离弃神的、忘记神的、不相信他的。我们常常用冷淡的心来回应神的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先邀请所有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他用他无比的爱来爱我们，我们真的爱他吗？我们真的爱他吗？我们真的深深的爱他吗？假如没有，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忏悔在神的面前，求神这个时候光照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将神摆在我们的首位。我们开口为我们自己的心来献上祷告，特别为我们常常冷淡对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来祷告忏悔，求神来原谅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爱他。我们开口来祷告。哦，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感谢你。哦，主啊，求你这个时候用你的爱来爱我们。哦，主啊，求你原谅我们常常离弃了你。哦，主啊，让我们可以再次回到神的爱当中。哦，哈利路亚，是的，主，主啊，你挪去我们心中那个一切的偶像，一切的不义，一切的不信。哦，让我们再次回转到神的面前。哦，亲爱的天父上帝，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将道成肉身，成为人子，来到我们当中，为了这要彰显你的恩典跟慈爱。我们这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来白练我们一切的无知跟我们的罪。哦，主啊，你的牺牲的爱是完全的爱，是我们所敬仰的。求你这个时候按着你慈爱来连续我们，按着你的丰盛的慈悲来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求你用你的宝血将我们的罪孽来洗清，并释放我们那刚硬的心，让我们再一次的跟神你建立美好的关系。主啊，我们向你认罪，因为我们常常得罪了你。但是主，你愿意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的心完全的被你来充满。主啊，求你用你的圣灵来造我们一颗清洁的心，让我们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忏悔祷告，都是奉着为着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主耶稣的爱是如何的长阔高深，你愿意再次的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吗？你愿意吗？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
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主耶稣，你永远是我们的主。主啊，我永远爱你。主啊，我永远紧紧地跟随你。主啊，在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经历耶稣走过的十字架道路，经历你受尽苦楚、鞭打、侮辱。这个过程虽然是痛苦、是难过、是哀伤的，但你不要我们只停留在哀伤、痛悔、失望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赢过了死亡的权势，基督的死要带来医治和平安，并带来复活与盼望。愿今天晚上透过圣经、透过祷告、透过诗歌、透过圣餐，同领受主的恩典。求你借着这些来喂养我们的灵命，医治我们的心，让我们更认识你，让我们更爱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着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今仔日是耶稣的受难日，咱搁一摆自集，孝念耶稣伫世间的时，予咱世间人重要的教导甲影响。受难周伫耶稣身上所发生的事，通为咱指引一条路。互咱知影安怎来面对咱现今所发生伫咱身上一切挫败，也互咱了解拯救对今仔日的咱有啥物意义，伊安怎改变咱的生命。耶稣伊轻看家己出奴仆的形象，互家己真做人的样相。伊谦卑家己，遵坦天父的旨意，受尽侮辱，死伫十字架顶，成就了奇妙的救赎。加入山顶十字架的疼，深刻表明上帝为着拯救人类，透过耶稣采取了非常的作为，也显示主耶稣无顾一切，
为着拯救世间人，背起伊家己的性命的痛。几世纪以来，基督的痛，毋知感动偌济人来到上帝面前来尊重敬拜伊。当咱搁一摆思想耶稣基督受难、牺牲、搁过活的事实时，咱搁较坚定。若无基督为咱死伫十字架顶，并且伫第三日过活的信仰，咱的敬拜就袂会感动家己，甲济的圣徒。受难礼拜可能只是一场形式那定。咱要感谢耶稣，互咱会当认捌伊，因着伊全备的救恩，互咱得到丰盛的生命。愿耶稣为咱人类牺牲的痛，充满咱，更新咱的生命，较深感动咱的心甲灵，突破自我的限制，跨过困难的道路，坚定军队主，忠心服侍伊，放胆宣扬伊的圣名，活出基督的芳气。愿上帝赐予恁伫耶稣受难礼拜中得到新的启发，愿恁平安。谦卑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百姓起来尊荣他。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2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那！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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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洁净圣殿，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就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看见有人在圣殿里做买卖，亵渎神的会堂，失去了敬虔的心。耶稣甚为生气地指责他们。透过这段记载，耶稣也在教导我们：第一，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需要时时警醒，去除生命中的罪恶与杂质，活出基督圣洁无瑕疵的样式。你愿意被耶稣改变吗？你愿意让主来修剪你内里的生命吗？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
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第二，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我们是否存敬虔的心来敬拜他？我们是否将神摆在首位，专一来服侍他？教会是否尽力为主传福音，使百姓来归向他，将荣耀归给他？邀请大家透过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安静自己反思，并求圣灵光照我们内心的罪，向神承认，领受罪得赦免的恩典。诗篇32篇第1到第2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诗人提醒我们认罪，来脱离仇敌撒旦的辖制，让我们进入神的同在。所以，请大家安静我们的心，来到上主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赐下认罪的恩典，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坦诚承认，面对自己的境况。当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信心冷淡退后的时候，求神光照我们内心真正的问题所在，并回转归向神。你是否发现自己渐渐聚会开始变不稳定，渐渐改变你的生活形态，你也渐渐远离肢体的关系互动，为这暗中的过犯得罪人、得罪神，我们开口，我们一起认罪祷告，回转归向上主，在神面前虚己与认罪悔改，专注于神的恩慈与怜悯，求圣灵帮助与扶持。一，为着利己的所求，玷污我们的身体，求主洁净。第二，在生活各种挑战困难中，逐渐使你心灰意冷、冷漠沮丧，背负重担绝望时，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放下一切重担捆绑，回转归向主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胜过罪及撒旦的攻击，为着自己的心转向神，尊主为大，与神重新建立美好关系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建立属灵稳定的亲近神，重新委身自己，建立信心，更新自己，如鹰展翅般重新得力。让我们每天愿意拨时间，专心在神面前亲近他，寻求神，专心倚靠，快跑跟随他。我们也求神赐力量，为着他有火热的心来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不要停止聚会，专注属神的事物上祷告，为着你成为洁净的人，圣洁的器皿，为主使用。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用静默的方式安静来祷告。
为着富强教会是圣洁的教会，合一爱人的教会，祝福别人的教会来祷告。彼得前书1章15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求圣洁的神保守富强教会，富强人是圣洁的教会，开口祷告。我们也求富强教会是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是爱的教会，是合一的教会，祝福众人的教会。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全能神，我们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你为爱世人，将独生子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被钉十字架，牺牲生命，救赎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慈悲赦免赦罪的恩典，因着你爱我们所流的宝血来洗净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所犯的一切罪，使我们能够得拯救。我们感谢你无穷尽的爱。全知神，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要，求帮助我们得你圣灵的能力，胜过我们的软弱及在世上一切的诱惑，帮助让我们能与上主我们的神更亲近，进入更深的爱里，使我们有活出你样式的生命。求圣灵也催逼，使我们的灵渴慕有传福音的心志，带领我们为你传福音，使福音广传在社区、亲朋好友当中。信实全知的圣灵，求主爱的膏油来膏抹在我们的每一位富强家人的生命中。求上主借着我们赐福我们的同事、亲朋好友，都借着丰盛的恩典，我们献上祈求、赞美、感谢主。圣洁怜悯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你是怜悯圣洁的神，你有主权决定你的旨意，但是因为你的怜悯恩典，因着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圣洁。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宣告，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宝血，我们是圣洁的人，是蒙恩福的人。我们愿意再次摆上委身，成为你圣洁的器皿，并能在生命中得胜。我们宣告，富强教会是圣洁蒙福的教会。求我们的主帮助我们富强人更合一，爱人爱神，能成为爱的管道，祝福别人，愿意委身服侍你交托的圣工，分享你恩典传福音的人。爱的上主啊，恳求你在你慈爱中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赞美称颂你怜悯慈爱到永远，靠圣洁为我们受难的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朗诵。主，恳求你垂听子民哀求，主，恳求你垂听子民哀求，赐给我们坚定勇气，能充满信心而活。听我恳求，听我恳求。
我们一起来齐心合意宣告，一起来以弗所书的1章第4节，请上帝从创世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0节，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心来的时候，在我们父神面前心里坚固，成为圣洁无可指责。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把手举起来，我们一起来宣告：上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请荣耀真神，培育训练，生命成熟，团契教，彼此相爱，分享真理，宣扬福音，奉献自己，服侍别人。恳求上主的灵帮助我们，是遵行你旨意，荣耀你的教会。奉耶稣基督圣洁的名宣告，阿们。最大的诫命。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2条诫命更大的了。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
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让我们再一次安静我们的心来思考耶稣所说的话语。耶稣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第一要紧的是，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们的上帝。第二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主耶稣说，最重要的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第二个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我们相当熟悉的经文，但每一次在念的时候，每一次在看的时候，好像就只是一段经文而已。到底这段经文对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再次花一点时间安静下来，好好的思想这段的经文，这段的话语对我的生命的提醒，对我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这个文士来找耶稣，他问他一个问题：耶稣，你认为什么是律法当中最重要的？当时的人，他们认为守律法才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切。于是耶稣回答他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要爱人如己，第一个是要爱主你的上帝，第二个是要爱人如己。当时的社会，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上帝的关系渐渐的疏远，因为每一个人只专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现在的社会何尝不是呢？特别在过去几年疫情的时代，口罩隔绝了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疫情隔绝了我们之间彼此可以亲近的机会。不仅是人的关系疏远了，跟上帝的关系也渐渐疏远了。甚至到现在疫情结束了，好像这个隔离没有结束。当上个礼拜大家都在关心台湾的狒狒脱逃的时候，却鲜少人发现台湾有许多的学生因了一些事情在自杀。当我们在开心发6000块的时候，却发现还有许多的人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自己的需要被骗到国外去。在这个世界，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有许多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发觉到，我们只专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想要满足自己一切所有的条件。你认为爱是什么？你认为爱是什么？当耶稣告诉这个文士，第一个是要爱上帝，第二个是要爱人如己。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认为爱是些什么东西？当耶稣说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的时候，在说要用自己生命的全部去爱神。当耶稣说要爱人如己的时候，就是在说，当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怎么爱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用同样的方式去爱他。但是当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他告诉他的门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仅是尽心尽意爱主上帝、爱人如己，更重要是要彼此相爱。耶稣怎样爱我们，我们就怎样的相爱；耶稣怎样爱我们，我们就怎样的相爱。我们发现耶稣的爱是一个舍命的爱，耶稣的爱是一个不求回报的爱，耶稣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曾经看过一篇的文章，这篇文章他说，耶稣基督没有自己的床铺，降世的时候客店只借他一把干草；耶稣没有自己的坟墓，他离世的时候财主借他一个石洞；耶稣基督没有自己的存款，行神迹的时候用的是饼和鱼和是小孩子献的；耶稣基督也没有动产，讲到了渔船跟彼得借的；耶稣基督没有车子，连进耶路撒冷都是积了一批驴驹；耶稣基督没有自己的房子，告别的晚餐摆在别人的楼房。一无所有的是耶稣基督，没有高帽和金冠，只有荆棘在头上；没有戒指和手套，只有钉子在手上。一无所留是基督，身外的全是借的，身内的全数尽情。借是他的记号，给是他的人生。我们的生命何尝也不是？我们所拥有一切，不都是神给我们的吗？不都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去享受的吗？当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我们得到的这一切，我们做了什么？继续留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自己享受，还是如同耶稣一样给了出去呢？我发现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所做的，就是不断的给予，
将他所有的给予其他的人。耶稣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如同我的样式。”耶稣的爱就是不断的在给予，不断的分享，不断的将他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来祝福别人。爱不是一个决定的，爱不是只有一个感受而已，爱是一个决定，而且是一个行动。我们爱自己很容易，我们让自己享受很容易，但是有时候爱神，有时候爱别人，确实不这么的容易。今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也是重新做决定立志的一个时刻。当我们常高喊说：“主啊，我爱你。”主啊，我愿意将一生献给你的时候，我们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什么样的心、怎么样的一个心智呢？当我们说主啊，我们知道你说要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如此心吗？还是只是感觉到而已？这是我们身为每一个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也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英文的责任叫做 responsibility， 把它拆开来看，回应加上能力，这是我们生命的宣告。我们一起来念：用爱神爱人的能力去回应耶稣的爱，这是我们生命的宣告，也是耶稣教导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用爱神用爱人的能力去回应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圣经，约翰一书第4章19到21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守的命令。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不仅是爱我们自己，不仅是爱别人，甚至是爱神，都是因着神先爱了我们。耶稣说，最重要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第二个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其实我们根本没有什么能力可以去爱，我们的爱没有耶稣、没有神这么的大。但唯有我们先经历到上帝的爱，先知道上帝真的爱我们，耶稣基督牺牲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成就的一切，我们才有办法用这份爱去爱别人。今天是一个重新立志的机会，也是重新思考生命的机会。我们愿意重新领受、经历从神而来的爱吗？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的爱，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就是再次为我们展现了他希望我们去做的样式吗？你认为爱是什么？你认为爱是什么？你认为你可以如何回应耶稣基督的这份爱？这时候邀请每位弟兄姐妹，我们为了几件事情，我们一起安静心，也一起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为了你自己跟上帝的关系。虽然这段的经文，我们好像很常在念的，说我要尽心尽力尽力爱主我的上帝神啊。我知道这段的经文，但有时我好像真的做不到。对，有时候我好像真的很软弱，有时候觉得你好像离我很远。让我们再次在我们的心中向神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立定我们的心志，真的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唯一所爱，生命当中唯一所对齐的就是那位神。我们一起开口，为了自己来祷告。主啊，再次来面前，主，谢谢你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接着我们为自己祷告。耶稣的教导不仅是要爱神，更重要是要爱人。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发觉到我们身旁有需要的人，不论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或者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所需要帮助的每一个人。求神帮助我们，看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真的愿意在他们的身上来付出，让他们来看见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立定一个新的心志，你的同在。谢谢你在我们同在当中，是你的看顾。主，谢谢你是在我们同在当中，是你的同在。是你的同在。主，谢谢你是你的同在。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要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好像搞错了那个优先顺序，以为爱自己、满足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主，但我们却忘记你给我们的教导，要先爱你，而且是全心全意的爱你。接着是要爱人如己，看见身旁人的需要，看见身旁那些流泪、孤单、害怕、寂寞的人。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回转，再一次调整我们生命的优先顺序。让我们有你而来的爱以及能力，让我们学习也如同你的样式，是那个完全不计较代价，而且是完全付出的爱。让我们在我们所看见的每一件事情上，我们有感觉，我们愿意付出行动，让四周围的人真的是感受到你的爱，感受到你的祝福。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今天晚上也再次做一个新的宣告、新的宣认。主，你真的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救主，你真的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唯一所爱的主。让我们一生尽心尽力的跟随你，一生尽心尽力的爱你，一生尽心尽力的来完成你交代我们生命中不同的使命。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浇极贵的香膏。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
做个纪念。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的经文跟戏剧的呈现当中，玛利亚以最珍贵的香膏倒在耶稣的身上，她毫无保留地奉献了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学习玛利亚，将那全部最珍贵的献给耶稣吗？你愿意学习全心全意来服侍神吗？在你的服侍当中，你愿意为主献上什么？是你的才能，是你的恩赐，或是你的金钱呢？你愿意被主使用吗？求主兴起我们每一个富强人，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热心来侍奉主，为主所用。我们这一段，我们手上，我们的椅子上，每一个人有一张我愿意的卡片。如果你没有拿到的，请你举个手。如果没有拿到的，请举个手。或是没有笔的，也可以举个手，请同工可以发给你。这一段，这是一个立约。在耶稣受难的时候，我们跟耶稣同行他的苦路，也反思耶稣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的为他奉献。因而在你的手上这一张，我们回到这个 PPT 上面，我们一起来念这一章。我们念这个 PPT。主啊，我愿意一生侍奉你，学习玛利亚毫无保留，倾倒香膏在你面前，讨你喜悦。我愿意尽我所能，奉献我的才能和恩赐，为你所用。愿你赐福我，扩张我服事的境界，使你的国度与教会得荣耀。谢谢主爱我，拣选我，我愿意一生被你差遣，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我这样与你立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愿意的话，就在这当中立约人签下你的名字。你说主啊，我愿意被你使用，主啊，求你用我的才能，我愿意一生奉献主。我们成为个基督徒，被主来使用，是非常恩典的事。当你签完以后，安静默祷。等一下我们会请同工进来收奉献，而不是拿奉献袋进来收你手上这一张我愿意卡片。这张卡片我们最后会贴在教会1楼的大厅，我们要全部献给神。我们愿意，我们富强人愿意被主使用。在你手上拿这张卡片的同时，我们要谢谢朱美纪老师，他一个人做了230张的卡片，这是一个我愿意的典范。好，我们在这个诗歌当中，我们一起来吟唱，然后也请我们的同工一起来收我愿意卡片。赎回我虚度年日，我们可以一起唱。不是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乃是你随意用我。就在自我智慧启示的你，照明我心中的眼。
见。就再给我时间为你做工，赎回我虚度年日。请我们起立，我们一起起立，将所愿意献给我们的主。来世你随意用我，就在死我只为其事的你，照明我心中的眼，就是我更能明白你恩上，乃是永恒的指望。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成为赎罪祭，为我们众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说起来容易，不过就是4个字，4个音节。可是每每想到耶稣被鞭打，皮开肉绽，鲜血直流，身体所能承受的是何等强度的痛苦，而这痛苦是为你为我而受的，我们值得吗？值得耶稣为我们死吗？虽然我们并非大奸大恶之徒，可是有谁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也没有。但是神定义要拯救我们，耶稣为我们献上生命，使我们得以不再受罪的辖制。除了感谢，我们还能做什么？主啊，我们愿意一生侍奉你，学习玛利亚毫无保留，倾倒香膏在你面前讨你喜悦。我们愿意尽自己所能，奉献才能与恩赐为你所用。愿主赐福我们，扩张我们服事的境界，使你的国度与教会得荣耀。主啊，谢谢你爱我们，拣选我们，愿我们成为你的器皿，一生被你差用。我们在此与主立约，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最后的晚餐，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的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架。各位崇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把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感受回到2000年前，
耶稣跟他的学生一起来守这个圣餐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那就像是一般平常人家在享用晚餐的时刻，但是一个平凡的晚餐，却变成了主耶稣他为人类牺牲奉献的一个最美好的纪念跟象征。所以今天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暂时放下你是不是已经受洗了，你是不是已经决志了，而是要愿借由今天我们一起跟耶稣来吃晚餐，来感受神给我们的祝福。你能领受这样的祝福，是因为就刚刚我们所看见耶稣他所经历的受难周的过程，然后再跟门徒一起，如果用这个受难周的时间，就是在昨天的晚上，礼拜四的晚上，跟学生一起守圣餐。然后这个晚餐，今天无论是受洗或没受洗的，等一下都一起来领受。那为了我们比较感受原先的一个吃晚餐的一个流程哈，所以要邀请等一下呢弟兄姐妹能够分成3排哈，然后到前面来一个一个领。当然如果说你的行动比较不方便走到前面来，你也可以请隔壁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帮你领2个回去给你哈。不过还是要看一下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哈，那牧师就不一一来读了。这段是耶稣跟学生一起来吃晚餐的一个过程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到后面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设立主圣餐。为什么？他说，耶稣他拿起饼祝福，擘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所以是先吃饼，然后来领受这个杯哈。然后耶稣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上帝的国那里喝的那日子。”弟兄姐妹，这一句话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关键，那是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今天我们一起来纪念主耶稣的受苦，在中午的时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一个时刻，就是我们一起领受神恩典的时刻，是他跟我们立约的时刻。下面的图片就在展示说，一般犹太人的餐桌这个是现代的餐桌那这个是耶稣当时跟学生一起晚餐的一个场景的描绘。这个也是，然后这个也是。所以这一张图就是我们最常看见的，耶稣跟学生一起来领圣餐。不过这个圣餐已经是比较属于仪式化的仪式化的。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又存着跟耶稣一起同桌的心，这个时候要请也许从楼上也可以赶快下来，因为没有办法送到楼上去你们可以搭电梯或是走楼梯下来，我们分成3排，然后我们都拿到了之后，牧师邀请大家一起来领受这个晚餐。现在开始。就直接拿一个，这是基督的宝血与身体。我的有什么？大家拿回去的时候，先坐着。
世上你有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的得来，无尽赦免，尽在宝血和十架。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抹去后悔，释放我的残累。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的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架。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的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架。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抹去后悔，释放我的残累。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与宝血。什么报答你恩典？世上的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的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架。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天父永远最爱宝贝。还有谁没有拿到的，可以再走过来哈。那边啊，我们的圣歌队还有我们的乐团啊，没有举手一下。可以主动到前面来，不要客气哈。弟兄姐妹，我们回到耶稣跟学生一起最后晚餐。耶稣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他是拨开了饼，分给了他的学生。这时候，请你把那个薄膜把它拉开，拿这个饼。我们学习主耶稣的样式，我们一起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一起来领受他的救恩，一起来。用完了饼之后，主耶稣举起杯子，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当喝的时候，就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再把铝箔纸撕开，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祝福的立约的血。
救恩的血，一起来领受。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弟兄姐妹，我们跟主耶稣一起领了这个晚餐，我们要跟耶稣一起到园里祷告，然后看见耶稣为世人牺牲。这个牺牲就在见证这个晚餐所施行的饼跟杯，就是在纪念他的恩典跟祝福。客西的马尼园是一个关键的点，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决定要走上各个他的路程。愿神将这样的恩典赐给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你还没受洗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愿不愿意跟这个救恩有关呢？他的祝福，他的牺牲，你愿不愿意领受呢？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立约，愿神的祝福、救赎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主，阿们。在客西马尼祷告，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吉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